家好，咱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是先天性心脏病。我本人是小儿科的医生，次专科就是小儿心脏科。小儿心脏科甲大人心脏科有啥物差别呢？其实上大的差别就是，阮小儿心脏科看较济先天性心脏病。所以上爱来讲的就是讲啥物叫做先天性心脏病。先天性心脏病英语是叫做 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ongenital heart disease，congenital 的意思就是出世就有的，就是讲生出来时阵就生出这款的，毋是后天就是后来因为啥物代志，才致使伊变做安尼。所以咱的心脏伫阿母的身躯内底，伫腹肚内底，卵子有形，就是讲精子甲卵子合做伙了后，伫胚胎的第3到第8礼拜就开始发育其实咱毋知影到底是啥物时阵有形的，所以咱平常时临床咧算日期的时阵，拢是算上尾一摆月经过了偌久，其实差不多就是上尾一摆月经过2礼拜，就是胚胎开始形成的迄个时阵，所以就是上尾一摆月经过了5到10礼拜的时阵，心脏的发育甲差不多心脏发育的时期若是因为某物原因致使心脏的结构有各样，安尼就会变做先天性心脏病。这到底是啥物原因？即马还阁无解清楚，其实原因可能足侪。发生率每1000个出世的红婴会有6个到10个左右。其实安尼算算就差不多100个会有1个人有先天性心脏病。当然，即种先天性心脏病无一定是足严重的。好，过来咱要看，咱要知影讲啥物叫做有各样有问题，嘛爱先知影讲啥物叫做正常心脏的结构。一个心脏虽然细细粒，甲咱的拳头母差不多大，毋过伊的结构是足济的，这结构拢爱正常，才叫做正常的心脏。其实正常心脏的定义有几个，第一就是讲伊的正边、倒边爱分开，中无破空。有的所在可能会出现破空，像讲2个心房的中2个心室的中大血筋甲大血筋相倚的所在，拢有可能有破空。这无破空有啥物重要的代志？就是讲咱心脏正边的循环叫做气循环，倒边的循环是体循环，这2个循环爱分开才会正常，所以正边倒边爱分开无破空。第二就是房室的连接爱正常。心脏的较顶悬是心房，下骹是心室。心房甲心室的中有一块膜甲伊隔间，变做2边。咱的连接就是讲正边的心房，正心房爱接正心室，倒心房爱接倒心室。这2个连接爱是一个对一个爱是正常的。过来就是大血筋，嘛会当讲大血管的连接爱是正常的。意思就是讲，体静脉就是为全身躯流转来心脏的体静脉，爱流转来正边，会先去正心房，搁去正心室，搁来去气动脉，这是正边的气循环。若是气静脉，就是流去肺部，搁倒转来心脏的气静脉，爱来倒边，就是倒心房，搁去倒心室，搁去主动脉，才流去全身躯。这就是大血筋的连接，爱是正常的。过来就是房室的寸尺爱是正常的，就是心房有偌大，心室有偌大，伤细就会无法度用，伤大功能嘛会有问题，所以伤大伤细拢无正常。过来就是房室收缩甲存电的功能爱是正常的。若是有一个房间，伊虽然讲伫咧，毋过会流去迄个房间内底，即个房间无路用，伊就是积伫遐，可能会变做凝血，会变做低血过伫遐，血流袂出去，伊袂收缩，还是讲伊拢是揪咧袂伸，安尼嘛是袂使，因为新的血流袂入去。
安尼就是会有问题。过来就是各部分的功能，像讲有人讲慢膜，有人讲膜啊，嘛会当讲心门的功能爱是正常的。心脏内底有4个膜啊，包括倒边的2尖瓣，正边的3尖瓣，这2个瓣拢是心房到心室的中的迄个所在。心室接大血筋的所在、大动脉的所在嘛，会拢有膜啊。主动脉有主动脉瓣，气动脉有气动脉瓣，这2个甲拄则讲的2个4个瓣、4个膜啊的功能爱是正常的。好，咱来讲心脏有正边有倒边啊。正边就是右，这也是讲倒边，嘛会当讲左。所以正心房、正心室、倒心房、倒心室。虽然讲咱讲正边倒边，但是伫即个所在安尼讲的时阵，无一定正，就是伫正边倒嘛，无一定是倒边哦。就讲的英语咱讲right atrium 正边 ，left atrium 倒边，但是 right atrium 无一定是伫 right，left atrium 嘛一定是伫 left。伊其实是看伊发育的时阵，伊的结构是生做安怎，咱就会甲伊号名叫做正还是倒。一般来讲，当然正心房、正心室伫正边，倒心房、倒心室是伫倒边。啊，毋过有当时会有2个正边、2个倒边，这拢是有可能的。这就是先天性心脏病复杂，毋过嘛是奥妙的所在。啊，有诶，像讲伊有2边的正心房，伊身躯其他的器官嘛有可能会加会减，也是讲会颠倒病。如讲有诶倒边正边，伊叫做异位症，伊可能有无鼻，也是讲几粒鼻，这是有可能，也是讲规身躯诶器官，伊拢是正的颠倒病，咱诶倒边拢伫伊诶正边，咱诶正边拢伫伊诶倒边。啊，肝一般诶人是伫正边，啊有诶人可能是反映伫中。这拢是有可能发生的代志。先天性心脏病啊，咱会讲用几啊种方法来分类。第一种就是伊的成因是安怎会致使先天性心脏病，像讲有破空心房中的破空、心室中的破空，有的所在血筋伊伤矮有矮势，啊这嘛是有问题。闭塞就是伊完全关起来袂开开，啊有的是倒毋倒去，像讲伊爱倒伫倒心室的，伊倒去正心室，但是讲伊原本要流转来倒心房的，像讲气静脉，伊流转去体循环去啊，安尼就是有问题啊。还是讲有的是挤出来，像讲有的血筋理论上爱伫咱出世无偌久，家己揪起来、关起来啊、抹起来啊，啊毋过伊一直袂关袂抹，安尼就是挤出来，这嘛是会发生问题。第二种就是伊的看伊偌严重，咱磅伊的上数，伊是悬还是低？一般较简单的问题，通常叫做非发空性的，意思就是讲咱磅伊的上数袂伤低，安尼就是较单纯的问题。但是问题较复杂，伤侪破空，还是讲血筋乌袂到，安尼就是发空性的，咱磅伊的上数会伤低，喙唇可能嘛会反乌。啊，过来就是看伊有几个心室会当用，有诶虽然讲问题较复杂，毋过你甲伊做一寡手术做矫正，伊会当倒转来伤心室诶循环，安尼是伤心室诶先天性心脏病。毋过有诶问题，伊是单一心室，就是无论你安怎做，偌拍拼，但是你去甲伊开刀，伊嘛是无法度用2个心室，伊敢若会当行去一心室诶循环，安尼就是叫做单一心室，这就是当然是上严重诶。先天性心脏病成因，到即摆还是不明啦，无单一一个因素，就是会造成先天性心脏病，通常拢是多因素揽做伙。啊，捌看过啊，有共卵相生，理论上因的基因拢是共款完全相共的。有诶是一个有先天性心脏病，啊，另外一个是无诶，所以伊毋是完全是基因的问题尔，啊，佫有
伫发育的中发生的问题。啊，若是第一梯有先天性心脏病，第二梯会得到先天性心脏病的机会会较悬2倍到6倍。啊，毋过咱拄则有讲啊，若是拢无先天性心脏病病数，还是讲亲戚中拢无先天性心脏病，生一个囡仔有100%的机会得到先天性心脏病，所以悬2倍到6倍，要是可能5%尔，这机会要是无讲足悬的，而且嘛无一定是严重的问题，所以嘛毋免伤紧张。咱过来就介绍几个较常看的先天性心脏病，互大家知影。第一部分是非发控性的，非发控性的意思就是讲，咱去碰伊的上手，伊的上手是95到100，伊的喙唇袂反乌，伊的上手的浓度袂降落来，是因为即种拢是较单纯的，通常拢是倒到正的分流，意思就是讲，伊是上手把甜的血走去上手欠缺的所在，所以咱全身躯的迄个循环袂欠上手。那通常咱较常看有像讲心房中隔缺损、心室中隔缺损、开放性动脉导管等等。心房中隔缺损其实照字，咱就知影讲，这意思就是讲两个心房、倒心房甲正心房的中有破一个孔，英语叫做 atrial septal defect。啊，伊正头出现的时间通常是较晚，因为即个孔就算讲较大，倒边心房甲正心房伊中的压力的差别无介大，所以真侪人到时间就晚，到成人期才因为无共的原因，可能是啥物胸坎疼会喘啊，毋是讲心律不正啊，才发现。啊，其中的第2型是上介济，啊，这会当用心导管甲读起来。啊，第1型就无法度，因为伊破孔的所在无共款，其实有足侪型啦，其他型就看款。啊，毋过这大部分拢是会当用心导管来处理。有一个问题，甲拄则讲的这心房中隔缺损有相像，啊，毋过毋是共款，叫做两耳孔无肉。伊英语叫做 patent foramen ovale， 其实应该是拉丁语，入去英语内底的词啦，所以这读起来就无好念的。啊，伊破孔的所在是共款，拢是倒心房甲正心房的中，啊，毋过伊的孔通常是足细孔，而且即个孔有一个若像是心脏的膜的迄种结构，伊有当时会关，有当时会开，毋是一直开的，所以咱用超音波去看嘛，无介清楚。这是正常婴仔真侪人拢有的，但毋过对因到因年纪大汉，大部分人会慢慢麻起来。毋过麻起来意思毋是讲就完全黏起来，伫有诶时阵可能还是会开，像讲伊咧电力用力诶时阵。正常诶人啊，其实有1/4诶人身躯顶可能拢有即个物件，但是平常时是关起来无明显诶血流，所以若真正发现有即个问题，其实是无需要治疗诶，除非讲有发生过中风。中风甲这有啥物关系？就是讲身躯顶啊，有当时咱伤久无叮当，较会生血管。这个血管若是流转来心脏啊，伊会流转去心脏的正边，为正心房、正心室，走去肺动脉，走去肺部，所以可能这个血管会拍去肺部。啊，毋过若是心脏有一孔，尤其是即种的，咱无发现的。电力的时阵，这个血管就走去心脏的倒边，倒心房、倒心室，就拍转去，拍入去主动脉，啊，有可能就走去脑，就变做中风啊。去肺部较无危险，毋过去脑就较危险啊，因为就是中风啊。所以有的人发生过中风，就是爱考虑把即个孔读起来，这是一种刺激预防。啊，佮若身躯顶生血管的危险有较悬，嘛爱考虑。结果若是这两耳孔无肉，两耳孔的所在有较危险的结果，像讲伊的心房中隔有若像生瘤的迄款结果，嘛爱考虑甲伊读起来。尤其是少年的中风，较少60岁的人。发生中风，定着需要做检查，看有即个物件伫咧无。心室中隔缺损，英语叫做 ventricular septal defect， 大家拄则无共款的所在，就是即个破孔是破伫两个心室的中。
伊扩孔的所在无共，像讲较顶悬、较下骹、较挖啥物所在都有分做四型。年纪较大汉啊，你若出事发现有即个问题嘛，免伤紧张，因为真侪人伊年纪较大汉时，有可能家己就麻起来，也是讲变较细啊。其中的第1型、第2型、第4型会当用心导管甲读起来。通常即种问题啊，听伊的心杂音是足清楚的、足大声的，所以若听到就爱去做超音波的检查。那有的型若是伤挖主动脉，会互这主动脉慢对落来，就是讲伊会互足强的血流诱落来，互即个慢的形状变做无共款，所以主动脉会倒流。再来一个就是叫做开放性动脉导管，伊的英语叫做 patent ductus arteriosus，这嘛是拉丁语来的。即种就是早产儿上接出现一种先天性心脏病。其实即个结构啊，即个应该讲 ductus arteriosus 就是动脉导管是一个系动脉到主动脉的一条血筋。即条血筋伫出事进前，大家人拢有，毋过出事以后应该关起来。但是伊无关起来，一直伫咧，就会互真侪血为主动脉流转去肺部，所以肺部就会伤侪血，所以就会互即个婴仔伤喘，接感染。搁若是这血真正伤侪啊，流去全身血无够，可能就会发生shock 即种代志。这嘛是会当用心导管甲即种放一个塔仔，甲即条挤出来血筋读起来。好，若是拄则讲的即寡问题啊，咱伫年纪伤大汉的时阵才发现，一直无治疗。原本咱讲这是非发孔性的较简单的，因为拢是上手把电的流去上手欠缺的所在，规身躯的血咱去泵上手是袂反乌。毋过若是时间伤久，有当时啊就是肺部压力伤悬啊，会造成一种变化。即个变化就咱看正边的图，就是原本一条血筋大条，若是内底一直受着足大的压力，伊嘛会变做愈来愈高，愈来愈高就会互内底压力就愈呛悬，变做肺动脉迄边压力伤悬，血的即个方向就颠倒变啊，变做为正边流转去倒边，安尼就是欠上手的所在流去把上手的所在，所以即个时阵啊，若时间伤久，变做肺高压啊，肺部高血压，就无法度做矫正，而且即个时阵上手会伤低，会反乌。无法度治疗会当安怎呢？应该讲无法度做矫正，甲即个孔补起来。毋过即个时阵会当食一寡药啊，即个药啊是咧扩张肺血筋的药啊，会当改善症头。这英语叫做Eisenmenger syndrome，咱若是翻做台语，可能会当叫做艾森mengen症候群。好，再来一部分是较严重的，就是发孔性的先天性心脏病。发孔性甲较简单的就是非发孔性无共款，就是讲伊有真侪问题，但是伊致数的就是讲血会为上手欠缺的所在流去上手把电的所在，所以咱若是帮伊镜头的上手，伊的上手的浓度会较少90%，所以你看伊的喙唇可能会反乌，但时间伤久，若喙唇指甲甲树枝会有明显较青较乌的即种现象。咱较常看到像讲有发落是4丁症、大血筋转位、全静脉血流各样等等。第一个就是上侪人有的即种发孔性的先天性心脏病，叫做发落是4丁症。这其实治疗的效果算真好啦，即马大部分就算讲诊断即种问题，定定拢开刀会成功，会活较大汉。英语叫做 tetralogy of fat load，伊的意思就是讲有4个问题，夹做伙变做即种病，就是有一个足大的心室中隔缺损，
下位的主动脉慢，啊，伊的意思就是讲主动脉就伫即个两个心室中的迄块壁的正顶悬，啊，正心室出口会细，正心室肥大，啊，即个若是伫婴仔的时期啊，有当时啊，正心室的出口要接气动脉迄个所在，若常常缩掉咧，会上手降足低，这需要紧急的处理。这理想啦，就是爱伫一岁的时阵做完全矫正，啊，有诶若是真正伫进前，伊诶上手就伤低啊，可能需要阶段性诶手术，像讲有诶接人工血筋，这人工血筋会当用手术，就是开胸坎啊、开心诶手术，嘛会当用心导管伫动脉导管放一支弓啊，甲伊弓开嘛，就是一种人工血筋。好，毋过爱强调的一点就是讲，完全矫正手术做矫正，甲完全就是恢复甲完全无问题是无共款的哦。因为即种病虽然讲真侪人有会当活咧，毋过要是有问题，是啥物问题呢？就是咱伫婴仔时期啊，因为正心室的出口就是气动脉慢迄边伤矮，会流袂过去，所以会有反乌的即种现象。所以伫咧手术的时阵，咱着爱甲伊粉化，甲迄个所在粉化，或者流会过去。啊，毋过迄个所在原本迄个膜仔就是遮尔大，你甲伊粉化，伊就是无会细的问题啊。啊，毋过即个即个膜仔的功能，就互咱破坏啊，所以伊会倒流。严重的倒流其实伫囡仔的时期较无要紧，伊袂像讲伊活动还是正常，运动可能还是正常，啊，毋过对着伊年纪愈来愈大汉，愈大汉的时阵啊，伊影响就愈来愈大，因为心室甲血拍出去，拍出去了后有真侪血会倒流落来，倒流的时阵，心室就爱出搁较大力，甲血搁拍出去，所以会愈来愈忝，啊，年久月深，这心室就愈来愈变大。啊，伤大的时阵，伊收缩的功能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一段时间爱做一寡评估，看伫啥物时阵，未来的一个时阵，爱搁去换伊的气动脉慢。啊，即马真侪人会当用心导管来换，啊，传统是爱手术换一粒人工的。啊，这就是用心导管换人工的气动脉慢。这膜仔就生做安尼，其实伊是填伫一支弓仔的内底，啊，伊会开，会关起来，这就是伊的功能。好，大血筋转位，伊的英语叫做transposition of the great arteries，伊的意思就是讲，咱身躯顶有两条大血筋，就是主动脉甲气动脉，这两条血筋若是斗毋对去，伊颠倒变啊，原本主动脉应该是斗伫倒心室。若是斗去正心室，啊，气动脉斗去倒心室，伊就是变做气循环甲体循环两边完全袂通。啊，安尼当然，咱欠上素的血无法度去细胞交换上素，搁倒转来倒平，所以正倒无相通，安尼就有严重的症头。出事的时阵，伊的上素就会降足低，可能干那60%尔。即种就爱紧急的手术，所以手术的时阵就爱甲这斗毋对去的两条血筋甲伊颠倒变。好，过来就是全气静脉回流各样，伊的意思就是讲咱气静脉啊，应该是要流倒来倒平的心房，倒心房。啊，若是伊倒去毋对的所在，像讲咱正平迄张图，伊无倒来倒心房，伊走去中大静脉，搁流倒来正心房，这就会有问题，而且伊的上数嘛会降。啊，其实这爱看讲，伊即条流毋对去的血筋中有的所在有塌掉咧无？若是有出事无偌久，伊就会乌麻麻，就爱紧去开刀。若是无，就较严重的心房中隔缺损。
伊个手术就是爱甲流毋着气诶气静脉，爱甲伊中接转去伊爱去诶所在，就是倒心房。好，上尾一种就是单一心室，单一心室应该算咱介绍诶上严重诶一种问题啦。咱若是看下骹即两张图，一张就是正平诶心室伤细啊，一种就是正平迄张就是倒平诶心室伤细啊。这两种啊，拢是干那一个心室会当用，当然伊抑阁会有其他诶真济问题，像讲有诶毛仔未通啊。有诶是心房还是心室有破空啊，有诶血筋嘛是黑白豆，这拢会夹做伙，所以无法度经由手术加做伤心室诶循环。但是这边安怎治疗呢？这种治疗就是咱会甲伊矫正做鱼仔诶循环。鱼仔诶循环是安怎？就是咱这叫做仿衬循环，就是一心房一心室诶循环。伊就是敢若一个心房一个心室，即个心房心室拢留互体循环来用，所以心脏会拍出去就去转身躯，为体静脉流转来，流转来的时阵，就袂过去心脏，伊就会直接去肺部，伊是被动的，毋是主动的，无一个心室甲伊拍去肺部，会流转去肺部以后，交换送数，甲二氧化碳排出去。伊就直接流转来心房、佮心室、佮去全身躯，所以敢若经过心脏一摆尔，迄个较好诶心室就留互体循环。好，咱想讲要安怎发现有先天性心脏病？伫出事进前啊，就是爱做高zan处超音波，这就是伫一般产检诶超音波以外，会看佮较详细，看较真足，看心脏诶结构有正常无。若是有看到怀疑有各样，会当搁做胎儿诶心脏超音波，这是高zan处是第二级，胎儿诶心脏超音波是第三级，就是会看伊诶诊断是啥物，生做啥物款，到底是倒一款诶先天性心脏病。生出来以后伫红眼仔时阵，会当做新生儿诶心脏超音波诶体检。政府嘛会提供新生儿诶送数诶体检。若这拢无做，其实搁来着爱注意讲，甲先天性心脏病有关系诶症头，像讲是毋是有心杂音会喘无，心跳会伤紧无，敢袂讲食物件食咧着喘甲食袂落，还是讲伊体重拢足轻诶袂大汗，食有肺部诶感染，若是发空性诶，可能看着伊诶喙唇会反乌。这就是新生儿诶送数体检，这是会伫红下24点钟到36点钟大诶时阵，咱爱碰伊诶正手甲骹，若是即两个所在拢有较济，也是讲等于95%，而且两个袂当差超过3%，安尼就算通过。若是有各样，就是任何一个所在，若是有较少90%，就是讲伊会乌，安尼就是反射有问题。当然这无通过，就是爱做心脏超音波看到底是有问题无，因为其他的问题嘛有可能会互伊送数降较低，像讲肺部的问题嘛是有可能。即个目标就是爱掠出危急型的先天性心脏病。无法度掠出所有诶先天性心脏病，因为咱拄则有讲有诶非发空性，伊可能送数是完全正常诶，所以体检通过有关系，有可能有先天性心脏病，这是掠出上严重诶尔。好，今仔日诶分享咱就先到遮，毋知大家有啥物问题无？